山野即摆当咧大出，为着要抢市场，有不少的农民拢会使用一种的催熟剂下做液收，但是违反着消费者的顾虑，都惊这个催熟剂会来伤身体。农委会防检局出面来澄清，讲这种的催熟剂会当快速来挥发，未来残留，对环境的亲和力嘛真悬，这个土壤会当吸收分解。政府伫103年已经核准山野会当来使用，而且咱的政府对这种催熟剂残留量的检验标准嘛真严格，所以民众唔免担心，这对身体袂败害。最近山野大出，不少农友会用催熟剂，部分的消费者产生食安的顾虑，这农委会防检局特别提出澄清。一休生长素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，那很多国家都有使用。我们防检局是在103年的3月，就是核准使用在芒果上面。催熟剂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有机人类乙烯释放剂，会使分解成乙烯，并且快速挥发，无啥会残留伫山野顶。对环境的亲和力也很高，对于蜜蜂跟蚯蚓都没有毒害，在土壤中也会很快的迅速分解跟吸收啊。防检局嘛强调讲，目前全台湾山野检验结果，催熟剂残留量无超过检验标准的案例。卫福部也在这个药剂可以使用在芒果上定有这个1ppm 的残留容许标准，日本定了2ppm。咱国对水果使用催熟剂残留量检验标准比隔壁国家日本更较严，针对这点，食水果无安全上的顾虑。